驗之者呢個超能。超能滿嘅情況下先用到，手法為右鍵空白鍵 F， 並且可以透過升溫同埋伊卡洛斯衝刺提升飛行距離。接下嚟嘅係冰裂超級跳，冰裂超級跳需要用到粉碎心貼呢個上位，效果係按 X 可以空中下落。然後冰裂超級跳基本上同火術一樣，只係將 F 變成咗 X， 手法為右鍵空白鍵 X。最後一個常規超級跳為形撕裂超級跳，需要用到有部猛擊呢個上位。同前兩個唔同嘅係，形撕裂超級跳需要喺例如樓梯之類嘅斜坡下使用，而並非斷崖。手法上同冰裂一模一樣，都係右鍵空白鍵 X。